有個家長同我講，小朋友咧開始冇規矩啊，點算好啊？我想佢學識守規矩，聽聽話話啊。咁跟住我就問咗個家長幾個問題啦。我話你個小朋友咧平時出街會唔會都遵守交通規則㗎？入到戲院又或者圖書館會唔會都識得安靜？會唔會亂拋垃圾啊？又或者佢會唔會其實準時着齊整齊嘅校服去返學？個家長即時呆咗幾秒咁望住我，跟住答我啦。咁佢又會喎，但係就係唔知點解喺屋企就冇規矩嚇。我想話俾大家知啊嚇，所有規矩咧都係訂立出嚟嘅，但係前提咧就係定規則嘅人係咪自己都先做到所訂立嘅規矩嗱，並且係要有身教啦，再加上一定要堅守規則嗰個界線。如果你所訂立嘅規則係冇代價嘅話咧，呢條規則係唔成立嘅。舉個例子嚇，你亂拋垃圾，你係會被罰錢噶嘛？你犯一啲嘅規則背後係要有承擔後果、有代價嘅嗱，咁樣嘅規則先至算係成立嘅嚇。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先，邀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嘅影片，將你對規則嘅睇法留言俾我啊！下一集見。